破刀学台语，甲卡动作相关的课漏字第4集281条。你是属于倒位？你游荡到哪里去了？下骹有4字，你要来选咱第2字读做说说读甲个说第2读做蛇蛇，第3字读做说说爱说，第4字读做说就是说是的说，282条。伊无细字伫顶仔骹出一倒就是他不小心在骑楼底下滑了一跤下面有4字要来选，咱第1字叫做厝厝网仔水迄个厝，第2字厝，第3字这字嘛读做厝第4字读做厝厝皮的厝283条。阿庆气甲吊起来就是阿青气的跳脚好，咱下面有4字要选，咱第1字叫做跳，第2字叫做调，第3字叫做调，第4字叫做调284条。一人无爽快，走路会平就是他人不太舒服，所以走路有点放那下面有4字要选，第1字叫做平平还是平啦第2叫做平，第3字叫做平还是平，第4字叫做平还是平这拢会使读拢共音安尼285条你捌耍过呛口雷呛口雷无就是你玩过单脚绕圈而跳吗呛口雷也使讲做千口雷啦呛口雷甲千口雷拢会使念呢好，咱下面有4字要来选，第1字呛啥的呛，第2呛骹的呛呛口雷的呛，第3字叫做请请请人加请，第4字叫做请加请加请加毛请的请好，感谢各位收听。